新聞頭前先來關心，宜蘭的警方昨為着這蘇澳港客行的活動，佇咧附近巡查的時陣，所傳出煙泡飯店的工地有漏泡的遺工，那像是驚互人查到被黏在水池內底，結果墮水死亡的意外。目前相關單位正在調查當中。當天片圍起來的工地咧翕的時，拄好攏無人。宜蘭縣蘇澳鎮煙泡飯店第二期工程7月7日傳出公安的意外，一個失聯移工那想煩惱，予警察甲查到，所以秘佇咧工地地下室的抾水池，結果煞墮水死亡。水還未抽，所以講下口有水。無啦，本來攏抽好。啊，誰來下口有水？這有當時落雨天。救援單位到現場的時，死者的遺體已經予人刷到1樓，也毋過其他那像嘛是違法請來的移工，攏無佇咧現場，包括宜蘭縣府勞工處、移民署等等單位，攏已經介入，當咧追查死者的身份，也有其他移工的下落，想要了解事故迄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代志。他是一個行方不明的逃逸的外籍勞工，這個部分依照規定，他有一些職業安全上的問題，那個雇主必須即刻通報治安署，再由治安署認定全責，我們再來處置。針對這件意外，雇主已經有職案通報，也毋過移工的死因是單純墮水，也是工地現場有公安防護的疏失，也閣有包廂敢有牽涉到非法請移工的責任，攏要待檢警甲移民署進一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